馬年第一條片，先祝各位市民咧係龍馬精神，馬到功成。新一份嘅財政預算案咧指出，香港經濟連續3年咧係增長，今年經營帳咧更加係轉虧為盈，為新一年咧帶嚟好消息。等我同大家介紹3個預算案嘅亮點。第一，股市反彈，加香港公司揾到錢。政府財政經歷幾年赤字後咧，去年錄得明顯嘅改善。經營帳咧由預算嘅赤字30億咧轉為盈餘510億，主要係咧股票印花稅同埋公司利得稅增加，加上呢幾年控制政府開支，喺不影響綜援、公共福利金同埋法定開支嘅前提之下咧，明年同後年咧都要減2% 開支，2年可以慳翻呢234億。呢屆政府亦都削減咗1萬個職位。外圍環境咁複雜，政府肯自己帶頭減開支咧，係正確嘅方向。第二，基本上解決房屋供應問題。今屆政府咧係着力加大房屋供應。預算案提到咧，未來5年公營房屋嘅總供應量咧已經達到19萬個單位。私樓方面，未來3到4年咧，一手樓嘅單位潛在供應量咧大概有10萬個。同時，政府亦都表明咧，會喺市場平穩發展嘅前提之下咧，審慎推售土地。未來1年咧都唔會推售商業用地。呢啲措施咧都反映政府用心解決房屋問題，見到成效，亦都唔會咧係強推土地，令到住宅同埋商用單位咧出現供過於求嘅不良影響。第三，增加派糖為市民打氣。政府財政改善，派糖亦都鬆手咗。除咗退稅、差餉寬減額度咧都比上年多，綜援、長者生活津貼等出雙糧，政府亦都提升咗個人基本免稅額、子女免稅額、供養父母免稅額等。另外咧，政府亦都增加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同埋咧院舍照顧服務券嘅數目，亦都有增加咧係資助獨立幼兒中心服務名額，加強支援在職家庭。呢啲措施咧都可以幫輕市民嘅負擔。將來3年基本工程開支咧每年大概1300億，投資未來咧係絕對有需要嘅。配合政府努力改善經濟，成功扭轉財政嘅情況，又同時咧將成果惠及市民，值得肯定。請大家咧係讚好啦、留言、分享同埋廣傳，多謝大家。